喺數碼營銷時代，好多中小企同專業人士咧都面對緊同一個痛點啦。咁點解我花咗好多錢去拍片啦，拍到畫質好靚都好，但係都擺咗上網冇人睇，甚至係變唔到現？如果你都遇到呢個樽頸問題嘅話咧，其實原因好簡單，因為只係做咗拍片而忽略咗內容營銷呢個策略。大家好，我係 GD Studio 嘅 Gary。好多人以為我哋只係一間 production house， 但其實我哋本質上係一間 marketing 嘅公司。我哋最頂尖嘅專業領域係內容策劃與深度拍攝。喺依家呢個時代，消費者買嘅唔單止係產品，而買嘅係信任感。我哋專門為中小企同埋專業人士孵化個人 IP， 拍攝高質嘅商業影片，透過有靈魂嘅影片策劃，深度挖掘你嘅品牌故事同埋理念，幫你帶出最打動人心嘅核心故事。當觀眾透過影片認同你嘅專業嘅時候，信任感一建立起嚟，轉化率自然就會嚟。除咗深度嘅個人 IP 孵化之外，我哋嘅團隊對大型活動、政府項目、慈善活動同埋 event 拍攝都有豐富嘅完整記錄經驗。無論係一條幾十秒嘅爆款短片，定係話一個大型活動完整記錄，我哋都可以幫品牌完整捕捉最精彩嘅商務光芒。但係卓越視覺同埋內容只係起點，要做到真正嘅商務變現，我哋必須要打破流量嘅樽頸。我哋深信一條好嘅影片必須要結合一個精準嘅廣告投流，先至可以做到事半功倍。作為一間營銷策略公司，我哋擁有非常豐富嘅實戰投流經驗。我哋試過幫客戶將 Meta 廣告數據成本控制喺低至8蚊，就已經可以帶到一個客戶翻嚟。而我哋唔會盲目燒你嘅錢，而係幫你將真正嘅影像流量轉化成為真實嘅訂單，幫助你達成最有效嘅 ROI。唔好再俾好嘅品牌故事淹沒咗喺演算法裏邊，等影像真正為你嘅品牌賦能，轉化成為實實在在嘅生意。